使徒行传第19章。阿波罗在哥林多嘅时，保罗旅行经过内地来到以弗所，在嗰位基督徒一条信徒出门基督讲：你哋信主嘅时有两束圣灵吗？基督应讲：无，连乜嘅系圣灵，我哋也唔识谈过。保罗又问：安样？你哋所两束嘅系乜嘅洗礼？基督讲：系约翰嘅洗礼。保罗讲：约翰嘅洗礼系为嗰條悔改嘅人行嘅。佢老以色列人講，愛信嘅猜忌以後愛來嘅，就是耶穌。基督一聽到這個話，就奉主耶穌嘅名量洗禮。保羅為基督按手，聖靈降在基督身上，基督就講屬靈嘅語言，又宣布上帝嘅話。基督一共約有12個人，連等30日，保羅走上去到會堂，大膽講道，老人辯論上帝國嘅事，勸人相信。基督中間有啲人硬頸唔肯信，在會眾面前誹謗主嘅道，所以保羅帶領信徒離開基督，逐日在推拿路講堂，老人討論，按樣繼續工作2年久。所以喺在亞細亞省嘅人，無論猶太人也係外邦人，全部通過主嘅道理。上帝通過保羅行一條非常稀奇嘅神蹟，甚至有人拿佢用過嘅書經，也係衛生菌，去標在病人嘅身上，也會使病痛消除，使邪靈對所附身嘅人身上出來。有到特殊菜去作法，腳鬼嘅猶太人也想愛借主耶穌嘅名來行這個事。基督對邪靈講：我奉保羅所傳嘅耶穌嘅名，命令你哋出來。行這事嘅人係猶太祭司長司基雅嘅7個來嘅，仲係邪靈按基督講：係說耶穌保羅我一啲，仲係你哋係乜嘢？基本邪靈附身嘅人就跳到基督嘅身上來制服基督。基督隆重樹上插身入體，對佢屋度偷走出去。所有喺在以弗所嘅猶太人、老外邦人，聽到這件事，全部親觸驚。主耶穌嘅名對這事更加受人尊崇。有千多信徒就將基督頭擺做過嘅事公開承認出來。千多行邪術嘅人帶基督嘅書來對做一袋，當中標火燒，基督算2條書嘅價錢，總共大約5萬隻元錢。因為2條書做嘅道理萬遍傳開，人人興旺。2條事情告徹，保羅決定要經過馬其頓、到亞該亞去耶路撒冷。佢講：到嗰位以後，我也一天要去羅馬訪問。所以佢派佢2個處屬提摩太、老以拉都去馬其頓，佢自家暫時留在亞細亞省。就在這時，因為主嘅道，以弗所發生一件嚴重嘅動亂。有一個名按到提米丟嘅元相，佢係用人製作阿提米神廟模型嘅人，這種投入使千多師傅太賺錢。提米丟收拾2條工人，留所有嘅同業，對基督講：各位，你哋比我哋係靠了投入賺錢嘅，這下你哋看到也聽到了隻保羅在這位做乜嘅？佢講：人數所做嘅神像唔係神明，佢已經開千多在以弗所，留差唔多全亞細亞省嘅人數迷惑，就按樣看，我哋嘅條路會有本人看強嘅危險，唔但像按樣，連太陽神阿提米嘅廟也會本人藐視。在亞細亞省老普天下數人敬拜嘅神嘅尊榮也會受到破壞。眾人一聽到這條話，就非常氣，大聲喊講：以弗所人嘅阿提米係最偉大嘅。對按樣，炮筒吹到全身，
炮民作到同保羅搶下來嘅馬其頓人解猶留阿里太古，來等佢兩殺衝入戲院度。保羅想愛去眾人嘅頭前，總係幾條信徒唔本佢入去，還有亞西亞省嘅幾個領袖，係保羅嘅朋友，也喊人去看保羅，唔好冒險入去戲院度。那時全場亂吵吵，有條喊東，有條喊西，大部分唔知佢哋係為乜嘅來繼位刺殺。有啲人將亞歷山大送到頭前去，有啲人就認為佢應該為呢件事負責任。亞歷山大被處死，要對眾人講話來申訴，仲係大家一認出佢係猶太人，就同上簽喊講。以弗所人嘅阿蒂米係最偉大嘅。安樣見喊大約有2點鐘久，最後佢上都嘅書記官將使眾人停下來，佢講：以弗所人啊，萬人唔知以弗所上係看守太阿蒂米5神廟，然後繼續對天堂講下來嘅現象呢？既然冇人能否認呢條事，你哋就應該點點，唔好亂來。你哋將呢條人帶到了未來，仲係佢哋並冇偷冇地拜嘅東西，也冇褻瀆我哋嘅5神，那係地面掉樓佢嘅同業愛過萬人，只有跪天開天嘅日曆留堂上嘅觀眾，佢哋做得去對峙。那係有其他嘅事，也做得在合法嘅會議中解決，將近半日嘅泡通，我哋難免本人追究責任。呢一切嘅謠論係唔錯嘅，我哋自家也講唔出乜嘅理由。講呢條話以後，佢就喊眾人散會。